战争影响国际游客，这礼拜国内油钱差不多起5%，也那台股今仔日大落，收伫32101点，有史以来落第4座。南投三林溪境中头一台油风车步入山坎，66岁姓陈的游客不幸过往，其他7个拢是轻伤，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去年马太安溪崩沙潭做大水，造成19人死亡，9人失踪。负责体力的江福乡长林清水防起诉，检方望法官改判刑10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夜新闻，我是嘉豪。这南投的这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行中道12点外，一台油风车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煞来爬落山坎，包含这司机在内，车顶拢总有8个人，其中呢，这66岁姓陈的游客防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过心跳，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其他7个人拢是轻伤。也那关公司表示讲，伫咧诈骗事故原因进前，园区内面的油风车拢先暂停运作。事故现场正乱，消防人员赶紧伫现场评估甲检伤，随将受伤的人送去病院。还有家属吗？没有。好。油风车顶8人分别送去南投进一间病院，其中中华姓陈的查甫人到院进前无性命迹象，经过病院抢救，嘛是救无倒来。他主要的伤是在头部的撕裂伤了，是推断应该是脑部的部分是主要他的致命伤。那腹部的话有一些淤血，但是超音波看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有腹内出血的情况。油风车信用的司机轻伤，对事故已无回应。7到中昼12点外，南投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发生油风车落落山坎的意外，造成1死7个受伤。大概12点半的时候，游园车由服务中心往花卉中心方向行驶。那我们的游园车擦撞山壁之后滑落山谷。那车上包含司机总共8位乘客。园方表示，油风车好亲像先压着山壁，早落落的30公尺深的山坎，确实肇事原因也有待查清楚。这台油风车出厂差不多5年，每半年会保养一届。平常时敢负责园区内游客接驳，一天差不多走5至8桩，否认司机疲劳驾驶，会负起后续的理赔加保险责任。伤者后续的紧急救护跟这个赔偿金额保险，我们都会负责任的负责到底。只要入园游客都有投保公共意外险。关公司讲，这个园区油风车是由观光游乐业自用车，敢来当地园区指定的范围行驶。除了紧急启动应变机制，伫事故原因查清楚进前全面停开。事故现场已经封起来管制，会持续做相关的调查作业。记者采访报道。最高亚洲国际红机器原因是美伊冲突，造成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价小，被冲破1桶119块美金，和亚洲股市变做提款机，市场避险情绪升悬，收盘台股半4.43%，韩国股市半5.96%，早盘不用灯，日股半5.20%。如果油价继续上涨的话呢，对于股市的压力还是会相当大的。抛售持股的资金逃难潮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止住。国安基金呢，他们或许有机会会去开会。亚洲股市当盘台股也无闪过，开盘32354点，也是上悬点，无到半点钟1厘半，上加到31529点，盘2070点，创史上盘中第2大盘点。虽然盘势要后较收，不过收盘是32110点，盘1489点，创收盘史上第4大盘点。收盘了，证交所公布3大法人动向，外资单日卖超1208.17亿，创台股史上上大卖超纪录。千金俱乐部像台积电早盘120块，尾盘股徛转去1800块，收伫1810块，盘80块。台面上大部分拢盘，只敢用明甲万海，一个油气股逆势控盘颠倒去，台塑化收伫起停，国安基金操盘手，财政部锁定5千华讲，台股甲日韩比较会当一盘 ，AI 基本面也是真好。早上的时候最低大概跌到这个接近这个季线的位置，通常季线不会一次性跌破，就像上个礼拜跌到月线就出现反弹一样啊。但是呢，反弹融资减得不够干净情况之下，遇到利空马上就再跌下来。全国认为中东战争引起的股市波动并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只是台股今年起衰回档，如果拄到战争，真做回档的催化剂。最高金融市场股汇市拢盘，新台币对美金一开始31.72块，尾下就一直盘，收伫咧31.92块，盘2.42角。记者综合报道。
海母子海峡气候呢，这伊朗封锁，根据着国际海运监测机构统计，大约有3200只这船啊掉伫咧波斯湾，也因为这比伊速度变严重啊，影响着中东原油生产甲运输。这到波兰特和西德州的原油计销一桶呢，要冲到美金119块。啊，若讲到咱国内油价呢，这礼拜大约是起5%。另外，国内有3成液化天然气是对卡达来的，即法定储存量只有11公尔，外界烦恼讲会无够用的问题。啊，那经济部长姜明钦今日表示讲，到4月油价是无问题。美伊战争造成中东经济油产设施遭到攻击，中东产油国出现停产潮，提到布兰特加西德州原油计销开盘暴冲，相关冲破每桶119美金。当然，国内油价也因为国际油价起价，这礼拜也要对得起。国内本周油价整体调幅约5%，汽油每公升调涨1.5元，柴油每公升调涨1.1元，像是95千汽油突破3字头，每公升30.4元。国内本礼拜油价，干那92无元汽油每公升伫30块以下，95甲98无元汽油拢超过30块，超级柴油也起酷热，起了后每公升28块热。即一起，若是出现大型渔船提早赶咧加油，也互渔民获利减少，增加成本负担。生活力是阮这细只佫还可以啊，啊物件当然起较大，啊鱼价也无起啊。台湾原油被下口进口凯，因为国际油价波动有缩起的记录。互外界烦恼是国内液化天然气 LNG 差不多3成是卡达来，较台湾 LNG 法定度比指数干了11天。针对最近风车台湾可能断气，或者是无烧水通用，经济部长姜明钦强调，这拢是谣言。3、4月天然气调度爱22只天然气船，目前已经找到20只，也佫剩2只咧参详。未断气、未欠电，不需要另外增加。就套套电厂发电量，民生用气来讲，只占我们的这个整个用气的量大概不到5%啊，所以绝对不可能的有发生那种的情况。那所以就是说因为3月份、4月份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调度，这个没有问题。最近中东战争时间久长，冲击国内经济甲景气，因为 AI 应用上起大，甲春节进程比回转强，一月景气定好，速度向顶景气红顶，毋过3月是毋是一个人到红顶？爱国观察战争的情势，能源继续欠悬，也引起通膨记录。很多物价都会受到能源价格的波动，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一旦拉高，而且短期内没有办法往下降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这种通货膨胀可能又在一起。更加烦恼除了战争，恐惊引起通膨问题 ，AI 产业需要能源甲建设成本，也可能欠悬。是不是因地投资进度影响 AI 投资放慢，将做类似天地性通膨，爱心情应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看到桃园，这桃园观音台61线快速道路上北43.7公里的所在，镜头早发生车祸，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表示讲，会用过失致死罪嫌甲这2个拖车的驾驶移送地检署侦办。车辆残骸碎片落到柜头卡，地面拢是土。代志发生伫车到透早5:59分，观音区第61快速道路上北43.7公里的路段发生重大车祸，造成后边的路是大塞车。这个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吉普车甲小货车2个驾驶当场失去性命现伤。送医了后，宣告急救无效。到达现场为1辆1引车、1辆小货车及2辆自小客车交通事故，有2位民众欧卡以及2位受伤，分别送往部立桃园医院、新屋分院、联心医院以及林口长庚医院救治。事故初步了解是吉普车甲小货车相撞到停伫路中，后边驶挂头的拖车的姓黄的驾驶看到向倒边闪驶过，虽然无挨到，毋过车身煞出去，地势在土大面石落伫涂骹，后朝姓黄的驾驶驶过的拖车经过，因为涂骹拢是土，打动也袂赴，弄到吉普车甲小货车了后，后续自小客车也搁对撞。事故共计4台车辆发生碰撞，4人受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针对这件死亡交通事故，拖车2名驾驶的酒测值拢是0。警方表示，会向过失致死罪嫌将2人送地检署侦办，来调查确实的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平东市早起呢，有一台车停伫咧路边，一台轿车，这车主上车发动了后，出来发生爆炸、呛烟导火。加在这车主呢，伊是无生命危险。车主的阿嬷讲呢，昨呢因孙和朋友去航马，车顶有放一桶加速桶，敢是这加速桶造成火烧车的这部分，爱等消防队来调查。这个全拿出来啊，全部这个装，哎呦，啊，这个我告诉。啊！鸟我也咬了。厝边隔壁听到爆炸声，拢走出来看，规台乌车已经呛烟，佮导火。因为屏东市庄明志家车路无大条，双边拢是徛架。民众听讲车顶有放加速桶，除了拜托消防队进来救火，大家赶烟筒啊滴水，护士讲救力先来到拍火。哦鸟啊！哎呦！我听到嘣一声，我就拍119啊，我拍。伊即摆搁冒白烟哦，我足危险啊！即摆冒黑烟吼，下念伊就发火啊，安尼啦，啊赶紧来安尼啦，啊伊一开门就跳走了。附近民众讲，早起车主要驶车出门，一上车发车就随爆炸呛烟，加载人骨走出来。消防队赶到现场，就赶紧先把车顶的加速桶散出来，避免意外扩大。根据了解，车主今年22岁，是职业军人。因为家属讲，车顶迄桶加速是因昨去航马用的，唔知是毋是因为关无安漏气才会爆炸。对此，消防队表示，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现场有一名伤者，男性，22岁，清醒，脸部及肢体。有烧烫伤，然后后续由火调人员以及远警调查处理。受伤的车主无生命危险，不过烧烫伤有较严重，已经转去高雄治疗。这台火烧的轿车虽然火已经拍花，不过因为是油电车，也佫一直咧呛烟，消防队也继续抓水降温，避免电池的温度升高佫烧起来。记者郭明在柯家族柯超雄屏东场报道。伫咧宜兰大溪有一间温泉社区，细路的保全呢，涉嫌伫咧公共便所放手机甲人偷翕，佮用 AI 画面做假影像。计共呢有25名女性受害，其中有4个是未成年。即马这场案件检方已经侦结，要甲起诉啊。宜兰大溪一个有名的温泉社区传出保全偷翕案，一名细路的保全涉嫌伫社区公共便所藏手机啊，甲偷翕的镜头，偷翕10个囡仔伫便所的画面。作案的时间超过2档，故意自备之针孔摄影机及手机等录影装置，拍摄不特定女子如厕之性影像。本案经报请宜兰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根据调查，代志发生伫2023年4月9、2025年6月7，总共25个受害查囡仔，其中4个人还未成年，有被害者2年外，共偷翕257届。细路的嫌犯，佮透过 AI 人工智慧、模拟佮深造技术进行面部的影像合成，造成面露啊较水的不实性影像。有被害人烦恼影像若是流出去，会变做色情网站的女主角。加在经过调查，这影像并无流出去。后面觉得有点惊讶，惊到了呐。住户表示，平常时啊，保全甲住户关系真好，听到安尼的消息，拢真惊吓。根据了解，这案是因为保全的查某同事发现才压出来。侦办的时，伊嘛承认伊做唔对。被告犯罪事证明确，好，那也有经过被害人这个表示要追究，提出告诉，所以说这一件就侦查。侦结之后，认为说要提起公诉。检方伫个起诉书批评细路的身为社区的保全，应该负担维护治安的责任，却颠倒利用伊的职务来做偷来暗去的代志，将别人伫便所隐秘的行为当作满足伊家己性需求的工具，犯罪动机真恶质。专案依照违反离校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综合报道。火锅店远东红这生出来负责人等人涉嫌和国际诈骗集团合作，替因的来盗洗钱，这犯罪金流超过5200万。检方起诉18个人，也建请法院把这生出来负责人判刑10年。我们今天有拿搜索票过来。这现在负责的是谁？检方入来到这间办公室，查扣相关证物，佮带走串洗主嫌等20人。知名连锁火锅品牌远东红串洗负责人牵涉诈骗洗钱案，检警查出伊涉嫌用公司口座收诈骗汇款，替诈骗集团洗钱。蔡显以1/1000的佣金游说其他负责人提供公司账户，用以美化金流，并制作假合约开立不实发票，诱骗银行放行大额金流及企业贷款。
看监视器画面，蔡姓主嫌啉贵领钱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无啥物各样，不过实际上领的拢是贼仔钱。警方表示，该集团用假检警加假投资的方式拐被害人，不法所得超过5亿。蔡姓主嫌所经手的14间公司，共88个人头考察，金额着5200多万，正做洗钱产业链。那规个集团总共诈骗16个被害人。经统计，共有14家公司在蔡显掌控之下，涉诈洗钱金融账户高达88个，诈骗金额超过5亿新台币。检警伫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发动2波搜索，逮捕蔡姓主嫌，有相关人头公司负责人甲员工拢总25人，佮发现其中3个人有德联邦的背景。台北检方查到以诈欺、洗钱、佮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将蔡姓主嫌等18人起诉，佮建请法院对蔡姓主嫌处10年的刑期。那蔡姓主嫌目前是还在羁押。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初日去到日本看世界棒球经典赛，替台湾的选手加油。杜英泰强调，讲是家己开钱私人的行程。不过，这南北立委是继续质疑杜英泰是开政府的钱，要求行政院也个华航等单位着要说明。另外，日本媒体是报道讲，这中国敲电话予日本抗议杜英泰去访问日本。日本官方是有回应讲这是伊个人的行程，并无和日本政府接触。这是一个假日、休假日自费，而且是私人的活动。蔡北杜英泰则亲身回应，初次去日本东京巨蛋球场替 WBC 经典赛台湾选手加油，是自费而且私人行程。不过，查到在野党也是质疑公器私用，国家这是1972年台日断交了后，头一届有现任行政院长去日本。日本共同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已經向日本提出抗議。台湾側はプライベートなものと説明していると承知しており、政府としてコメントする立場にはありません。講談のお尋ねでありますけども。日本講杜英泰即屆無甲日本政府關係人士接觸，咱外交部是回應有關行政院長私人行程無評論。民進黨立委講，杜院長去日本是重大外交突破。不過國民黨立委卻質疑，包機的銷單到底是自費還是專門付錢，行政院愛講清楚。從桃園機場特地飛到還是移到松矢部，然後早上6點半等你登機，然後晚上特地又飛回來。那這算是包機吧？那我們想知道，就是說，那私人行程的錢是誰付的？除非你發現哪裡不合理，來談這個議題啊，才有一點意義啊。這個對於整個台日關係，我相信國人同胞一定感受到第一個，哎呦，突破了。民眾黨立委陳清良指其先轉私人行程會當為上指部出發，發文要求行政院說明。國民黨立委王鴻薇同款向行政院華航甲上指部發文了解情況，行政院會回講，包括維安隨行人員的機票，攏是由杜英泰付的，行政院無付任何費用。高市同意之下，但是雙方怎麼用這種私人行程去加油的方式來做一個不刺激中國的一個處理，我覺得這是一個，也是一個非常合理，也是非常現實一種做法。蘇班明夫分析，杜院長以看棒球的形式去日本是標準的柔性外交，不過若是台灣向外突破，中國就會持續打壓，呼籲朝野都愛共同支持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努力。記者採訪報道。中國嘅兩會目前正在舉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是擱在引用之前嘅文件，講台灣是中國嘅。咱嘅陸委會就批評講，中國攏是佇咧家己騙家己。另外，說落來3月底呢，這美國總統川普、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要來見面，陸委會也強調會密切關注。伫咧中共2度重要政治議程兩會舉行嘅時陣，中國外長王毅擱在引述利劍歷史文件，講擁護台灣嘅主權。陸委會批評中共想要消滅中華民國是自欺欺人。所謂的2戰後的國際秩序，都是由中華民國所參與跟建立起來的，那麼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是毫無關係。所以我們還是會去忽略北京應該要正視歷史事實，並且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因為今年的兩岸關係，陸委會認為中共提出的促統促容反獨反介入，袂干那只是口號，會進行具體作為，對待工作的國家罪、國家有政治法律層面。不管在融合發展，在促容。在促統上，北京不會還停留在
口头上的片面宣示，而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具体做法来推进超支再起的作为。所以我相信，大概等到第15个5年规划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融合发展怎么进一步推进。2026的第一遍全社会3个月进行，台湾的问题一定会将这焦点。刘委会强调，咱拢有密切掌控，也正面看待美中元首的对话，控管风险，避免误判。不过，外界也注意，川普第2任期对中国的态度，敢若无亲像以前遐强硬，敢会影响美中台关系。I'd certainly reject the no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 has gone soft on China. I mean, I think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you had a very vocal from the president who would, make comments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about very sensitive topics in a way that would catalyze a massive reaction, but without delivering the strength. 无认同前总统拜登任内至少4遍改变战略模糊，公开表示会协防台湾。美国国防部政治处长柯博兹讲，川普政府的做法拄好颠倒病，为讲国家精准，而且也确保有组织对第一岛链进行侵略行动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报告，加这处罚台独顽固分子列作是去年的工作成果。特别点名这8基本法总编辑复查这个案件，讲因甲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李延富依法定罪判刑。咱的陆委会是批评讲呢，这中共呢，甲这个李延富抓起来，是为着要压制言论，还有出版自由，这就是中共专制统治的本性。中国两会议庭持续进行，初九早起，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其中甲严定台独顽固分子列作进行1年的工作成果。坚决捍卫国家安全，深化反颠覆、反分裂、反恐怖、反邪教斗争，严惩台独顽固分子。报告文告点名北基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富案，讲对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李延富依法定罪判刑。回顾中国国台办去年3月公布复查涉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经1审公开宣判，处有期徒刑3年，褫夺政治权利1年。不过复查是2023年3月，登去中国探亲的时阵，互上海市国安局抓去，互人限制人身自由2年，依法应该当接算刑期。不过释放时间，各大也无消息。李延鹤只是一个单纯的出版人和文化人，中共逮捕和拘禁他，就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件事情凸显出中共专制统治的本质。陆委会批评中国为了打压言论甲出版自由，所以关押复查。因颁布颠倒日期条了后，持续透过法律手段加强对台湾管辖甲跨境镇压，包括公告通缉咱深圳大队甲驻通电军成员，扩大甲真济政治人物列作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佮甲侦办国安案件的检察官列作台独的共犯。复查，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具有中国大陆的出身的背景，所以它要实施的话，必然就会找这种案子来处理啊。不过对于中国这种不会把人权、不会把法律当作是一个正办的国家而言，它随时都可以操弄这种法律战。学者指出，中国实际上对台湾无司法管辖权，只是想要制造互人紧张、唔敢加讲的效应。若是民众要去中国，也是应该提高警觉。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个65岁查甫人，讲上帝家指示，讲派伊去太强飞啊，惊透早的日夜都想要撞入去总统府，委员人员随家压制上班。另外伫假期有一间护专，要一个防退学的少年仔，夜都冲入去校园，不过这校安人员咧家压制时阵，无细力来着想。警方接到报案，加派警力到现场高度戒备，因为这个查甫人举一支水果刀。撞入去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现场维安人员先把刀抢起来，压在伫涂骹，合过的警察到现场，把人带回去。代志发生伫咧初九透早2点多，65岁4弟的查甫人自贵人坐计程车落车了，就随架栏杆展开，想要撞入去总统府，警察宪兵随来挡。过程中未造成人员的伤亡，全案依刑法口2公众安全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这个嫌犯并无任何定情的记录，被抓起了，伊讲是上帝派伊来太强匪，伊将涉犯恐吓公众安全罪嫌以上，先后检方审查。总统府讲，警卫单位第一时间就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快速应处，
府区的安全无问题，以后也会继续强化府区的维安加巡查作业，确保相关安全。同款是夜岛的惊险场面，是发生伫咧学校，这个穿乌衫的少年人情绪真激动，行为真奇怪，也一支刀一直压，学校安全人员随地的后壁甲伊压制，不过总头啊，互伊刀围住。有2个同仁有帮他制服之后，我是随即向前要去取他的刀子，然后这个手部才不小心被刀子给划伤。第次发生伫咧嘉义县大林镇一间货转，涉案的少年人睡到早起9点外，骑乌托邦撞入去学校，伫国华大楼的地下室也一支刀一直划休，行为真怪异。学校讲，伊本来是这间学校的学生，不过去年4月就退下，唔知为什么过夜都入来学校。在去年的4月，他因为缺矿太多，然后自行到学校来办退学。那至于说他在学校有没有跟同学有一些恩怨，在他就学的期间，我们并没有接获到。惊讲，伫学校的学生看到这种惊险的情形，心内不安。学校直立案发了，已经安大同学，因为有关学校的门禁抑个安全问题，也检讨强化。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马泰安溪崩山潭做大水，造成19人死亡，9人失踪。负责疏开铁路的江副乡长林清水等人，防指控拢伫咧境内。检方认定讲这林清水拢无伫咧要紧，权责机关一直指示拢无执行强制铁路，天灾就已经来啊，佮走去放林创水起，甚至无调查就乱报数据，讲已经有预防性铁路啊。依照呢涉嫌违反着这过失致死公务员废除职务造成灾害等罪嫌嘅起诉，望法官甲伊判刑10年。另外，这项公所的秘书呢，张元宝含姓王的正部民政科长也互起诉求刑9年。荷兰记啊，我要2个月，江河乡长林清水和法院地检署认定，伫去年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大水灾前后，涉嫌伪造数据，阁无落实铁路，造成19人死亡。查到依照涉犯公务人员废除职务造成灾害等罪嫌，对伊提起公诉，告求刑10年。香港所秘书张元宝甲姓王的民政科长嘛，互人起诉。被告3人身居要职，却罔顾人命，饭后推诿卸责，誓词狡辩，态度恶劣。检方列出时间顺序，去年9月20日，县政府通知乡公所提早做好铁路整备，隔一天换中央提醒，预计受损人数已经到几6000人。不过林清水疏忽危险，照常去宜兰参访，法庭嘛无投入风灾，颠倒甲军方食饭。到9月22日发布红色警戒，伊敢若强制铁路部分居民真侪该假造数据汇报。这个期间，阁互人发现无尽职责，走去红林诊所做喙齿，甚至9月23水灾发生前，无实际清查，煞假讲有预防前铁路拢已经执行完了。就在相关规定，我们都是依照灾害防救法相关的规定以及流程来办理的。基层的乡公所人员有3人互起诉，法检讲会持续查清楚相关权责机关是毋是完有牵涉不法，未来无排除约谈花莲县长等人说明。只是这个水灾升等江福乡当地也搁伫复原中建。灾民的重建家园的配套措施，到目前政府还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灾后复原的久长时间，灾民一直拄着难题。县政府115年度总预算嘛，因为伫内容无明确记载甲马大安溪的相关经费，无得到县议会排审。这个案子还在我们程序会，我们就是要求他们做修正或补述或调整都可以哈。若是你有需要，我想我们整个预算审查通过，我们在115年还有追加减预算的机制。县政府表示，中央已经编列300亿特别预算，各项救灾重建项目陆续配合执行。若总预算案如期送议会，一直拢无审查，是影响县民的权益。若是要求中篇，实质已经超过审议权的范围。不过，县议会是说明，敢若请县政府伫现有的架构，就相关的内容做修正还是补充。真侪该发文煞无得到具体回应，双方各人讲各人的，互总预算的审议一直拢无进展。记者采访报道。为了加强驾驶经过路口啊，确实停落来看路放让过路人，3月底开始呢，靠这轿车驾照变较严格啊，无号志的路口就爱停落来让过路人，起行进前呢就爱探出来看检查视角，若大型车就爱做较近的动作用手比，若准无呢直接扣32分，等于是无及格就爱停课啊。
照教练的指示，真专心的赛车。透早就有考驾照的民众去教训班电车。自3月底开始，汽车考驾照新制度实施。离乡回调线也无停无让，无月头检查视野的死角，直接扣32分。其实是蛮重的，因为我们的及格分是70分，这个是我可以在练习中养成习惯的。公路局修正驾驶人考场评分的标准，为了强化停让过路人的概念，增加人行回调线考核的项目。若拄到回调线无减速、无停让，还佫有起步进前无先月头检查视野的死角，大型车若无比手势确认，一律扣32分，等于是直接无及格，爱佫重考。整体来说，还是缺少那一些执行上的细节，比如说到底摆头确认应该要摆到哪里。就国外的考试规则来讲，其实摆头是要摆到后窗。目前已经修正相关的评分标准跟成绩记录表，共会影响小型车24.3万人，大型车1.6万人教训班的教练肯定公路局甲安全意识纳入考驾照评分的项目，不过执行的方式也无够清楚，建议甲相关的细节写做指引，让大家会当看，嘛减少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礼拜呢有2大阵的这个大流冷气团要来到位，今头一阵已经到咯。天气反冷，桃园以北东半部较好落雨。若拜三雨水减少，不过拜四又过一阵大流冷气团到位，要等到拜六天气才会变较热络。这几天北部落雨，天气够冷。气象署指出，8月大流冷气团落南北部、东北部反冷，加上华南分河区刷对东边来，所以桃园以北东半部较高落雨，中南部山区嘛会落一寡。到拜三雨水就会减少，不过拜四虽阁有一阵大流冷气团落南，时到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都会阁落雨咯。到明天左右呢，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可能会有一些降雪出现的情形。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波的冷空气接着在周四就会再度的南下，这一波所带来的降水主要以迎风面地区为主，西半部大致上面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的部分，因为这礼拜受到2阵大流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表示，按8一开始，北台湾的高温拢未超过20度，然后到拜四开始，因为辐射冷却加上大流冷气团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较寒，其他所在是早暗较冷，就要到拜六才会变较烧热。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向辐射冷却，也有一些造成低温的状况。那可以看到中部、南部其他各地的气温也都是在这一段期间是比较偏低的。那预计呢，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可以来到14度上下，其他各地大约在16、17度左右，感受比较偏凉偏冷。那后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四到周六的清晨这段期间，各地早晚的气温也都是较为的偏低。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亲像较空旷的所在，也是外山区，都有可能会降到剩10度左右，日夜温差大。气象署嘛提醒民众都要穿雨袖。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中华二水爬山步道车背下晡，有民众发现讲有人摔落去40公尺深的山坎，警消赶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讲人已经无气啊。要若这详细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快点来，快！消防人员伫树仔顶白沙啊，准备落去40公尺深的山坎救人。车背下晡，有民众伫中华二水乡前北坑登山步道，发现有一个人摕伫边仔的山坎，赶紧报警。由南投甲中华消防局出动13位消防人员去现场救援。二水分队立即出动2车5人，到达现场与南投县消防局人员会合。于步道上架设绳索系统。于落差40公尺之边坡，将患者抢救打包救出。消防人员落去山坎救人，发现人已经无喘气。初步调查，这位疑似爬落去山坎的民众是一位51年厝姓黄的查甫人。家属第3月初7有报案讲人失踪，是安怎会伫山坎死亡，也佫需要调查。现场经消防人员救起后，坠落民众已无生命迹象，后续将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死因。这条生态步道全长大约2公里，是中华二水通去南投民间受天宫的登山步道，有不少民众会来这爬山。警消就提醒民众，若是去山区运动，上好招伴做伙行，行步道嘛爱注意脚步安全，避免发生受伤的意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礼拜过来，汽油柴油拢起超过1块，渔民讲开销变重啊。渔民就讲呢，这大只时阵加油加1摆，就要加买2万块，负担加真重。
一条油管油对船顶，大家无用替渔船啊加油，油表直直跳。船长无奈表示，因为大早日就消息讲油要大起，东港渔港涨到足侪大只船啊，抢咧加油，伊摆袂入去，只好今仔日才来加。即摆油价大起，对渔民的影响确实足大的。涨本来就要来加啦吼，顶几工后要来加，啊，拢大只来加，啊，细只你要哪炒要来加？就拢大只占条的啊，有天就阮就足工啊，啊，歹天就迄个群口多的。啊，油价嘛是爱吸收啊。有啊。受到战争影响，国际油价大起，渔船加的柴油一公升起9到5，一粒油桶200公升就对3404块起到要3600，差要200块。那大型的船啊，一摆差不多爱加100桶，就加买2万。各位船长拢表示，安尼一个月油钱就加买120万，负担增加足大。啊，甲进前差偌济？差200块。差不200的啦，我这个啊差1000块的啊。嘿。差不500块。我话出去10工就差6万啊，啊出去差10工就差18万啊。我无出工无人食啊。无从山顶的，讲伊无出去做工课的人有薪水人领，阮船啊无使做，无人食，啊阮就搁爱饲活落的咧。因为刷落来，唔知油价会起到当时，渔民拢真烦恼，希望政府会当小可补助，互因损失会当减少。嘛有船长表示，渔市的价销应该起挂，才法度负担油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湾有丰富的生态，这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的野外安全训练课程，予学生实际去学爬山，也有了解知识和技巧，希望因未来若准投入相关的领域，才有才调保护家己。是这个要稍微弓箭步，如果没有很重，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甩的动作，但是没有关系，不要受伤这样。为学习更加排包的正确姿势开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的学生囡仔去北大武山山区进行3天2夜的野外安全训练。动物痕迹辨识考题，来，这是麝香猫的爬衣，你等一下不信，你可以闻它的味道。野生动物研究所常常爱入去山内，面对无多预测的天气，也甲各种困难的地形，并互台野保所请户外活动经验丰富的校外讲师共同上课，教学生囡仔利用锁通过断崖也是爬行。可能有坠落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架绳，然后让它用就是意大利半扣的这样的方式来做安全的从上面到达下面这样子的练习。要安全通过正错漏的溪水是另外一个上课的重点。登山杖先探，然后后面要跟着走。如果你们有默契，你们可以一起喊哦。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用这个登山杖去做那个山脚定位。对，他也知道说这样子在一些溪流上更湍急的溪流会让自己更稳。台湾有袂少生态的相关系所，不过类似的课程较罕见。学者建议伫做生态的调查领域，一旦建立一套课程加认证制度，能不能有一个认证系统，或者公司可以派他的职员，在确定他资格符合之余，能够送他去受训练。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可以改善的。对咱台湾对生态环境愈来愈重视，安怎确保研究人员拢有所在去学到系统性的野外安全知识，这是一个需要关心的议题。记者采访报道。有66万订阅的网情水电爸爸黄志尧和后生黄世干，几多年来呢是用台语来介绍水电的议题，甲民众修理的水路、安抽水摩打，拢有上百万人看因的影片。因也得到今年教育部的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得奖的水电爸爸讲，当初会翕这影片，唔是为着要来做网情，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真侪人叫无水电，才想讲教民众一寡简单的水电知识。要来用台语来讲，因是笑讲，因为华语讲袂认同。咱准备来学报，看因学偌济，这个空呢，完全空，较早人看因地偌甜。水电爸爸用汤匙啊对电热水器挖出这么济地带，挖到尾啊，竟然挖要5公斤。这地带，这就是古早兄弟啊，阮家哪有地带，就是这啊。
看完这个影片，互人学到真侪专业的水电专有名词，地带、丘陵套、气达。一般的气达吼，伊是电路的啦，电路的是若拄着这手机就较紧拍。我是听用钛合金的，伊的寿命较久一点。这是 YouTube 网青水电爸爸上侪人看的影片，到目前拢总有260万人次。即马水电爸爸的网络频道订阅人数也来到66万人次。民众看影片学水电，嘛真介意水电爸爸的台语开口。今年水电爸爸也得到教育部的本土语言贡献奖。阮翕影片，我若要用国语的翕袂落，因为阮伫工地拢用台语啊。有的人会讲嘛，讲阮若听到台语的，感觉佫较亲切。水电爸爸讲，对水电师傅到网青身份的转变，拢爱对2019年的疫情讲起。伊讲当初时疫情炭烧，真侪民众叫无水电师傅，伊的后生想着办法，叫爸爸翕影片，甲民众动手做，无想着讲遮侪人会介意。业主逐工就敲电话，找无师傅。找无师傅的时，阮就会去想嘛。无，阮来翕个影片，互大家来分享。看到了会感觉讲，原来咱有遮侪物件会用家己落去做，唔免着一定要叫师傅。水电爸爸的后生唔时间和爸爸做伙做水电，有时间就受剧本，替爸爸录影片。虽然变做网青，不过因的本业也是水电师傅，替客户服务。因讲翕影片就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水电的知识，若是佫会当保存台语，就是因上欢喜的代志。记者李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面对着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这伊朗也继续对以色列和附近有美军基地中东国家发动这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半岛英语新闻版指出讲，这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伫美国川政府要求伊朗爱无条件投降的讲法了后呢，伊是来甲这波斯湾的各国会师咧，说引起革命卫队不满，说来继续攻击附近有美军的设施。除了空军中心的杜拜机场遭受伊朗的空袭，包括我波斯湾的几个国家，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特阿拉伯拢受到攻击。路透社一个半岛英文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发表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讲法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就伫咧推测对进前攻击边的国家表示道歉。英国双方革命卫队正不满，继续对边的阿拉伯国家发射飞弹甲无人机。英国也和几多年来对伊朗态度甲反核的卡达正不满，认为伊朗背叛波斯湾的友邦。英国卡达希望代志一个月当桥，唔通无甲踢破面。What happened is really a huge shake-up for the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Iran. We will continue talking to the Iranians. We will continue trying to seek de-escalation. 那对地图看，这些国家拢有美军的基地，和伊朗军方认为是伫咧帮助美国甲以色列攻击伊朗。其中，沙特阿拉伯第一面传讲，伊朗的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外电引述沙特民防单位的社群大文讲，死亡的2个人分别是来自印度甲孟加拉，并不是沙国的公民。另外一位死亡人员是派驻伫咧当地美军，是第7个和伊朗攻击死亡的美军人员。这是伊朗上新所杀出的网络妄假宣传影片，指责美国为着要安砍爱普斯坦挑文，因对伊朗发动空袭的第一天，也就是2月28，就造成米纳普一间小学的查某学生甲教职员100多人死亡，伊朗才会发动反击。虽然纽约时报甲几多间媒体拢讲，初步调查显示，美军就会对这件代志负上大的责任。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吹背讲，代志是伊朗军方做的。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讲到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来到第10天啊，和美军帮死的前领袖哈米尼，伊的后生的穆奇塔巴正式接任新的领袖。红社讲，这穆奇塔巴的手段平因老爸更较强，专家也认为讲，这就代表伊朗决定要继续和美国对抗。伊朗官方媒体呢有公告上届新的消息，证实这穆奇塔巴伫咧战会当中确实是有着伤。负责选伊朗上悬领袖的专家会议是由88个高级神职人员组成的。初到暗时，伊朗官方媒体宣布任命哈米尼的囝穆吉塔巴哈米尼，这就是伊斯兰共和国第3任上悬的领袖，而且呼吁人民支持新的领导战。آیت الله سید مجتبی حسینی خامنه‌ای حفظه الله تعالی را
بر اساس رأی قاطع نمایندگان محترم مجلس خبرگان به عنوان سومین رهبر نظام مقدس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穆吉塔巴当选了后，伊朗虽甲以色列社会弹，不过起风炸落来。即马56岁穆吉塔巴哈米尼是一个中阶的神职人员，捌和伊朗共和卫队参与和伊拉克的两伊战争。伫咧10天前被枪杀的哈米尼会引出，伊伫伊朗安全部队内部有真大影响力，甲革命卫队关系真密，而且伫咧商业界人面真阔。伫咧投票表决进前，虽望将来就捌去互选过，也是做政府的职位，不过。伊一直红看作是哈米尼接班的人选。خوشحالیم که الان رهبر انتخاب شده و مطمئنیم که این مسیر ادامه داره دیگه باز اقامت ایشون. خیلی خوشحال شدم چون از نظر من لایق ترین فرد برای رهبری امت شیعه ایشون بودن. 虽望做代志真热切，不过美国外交界伫咧过去这10天，一直将穆吉塔巴哈米尼当作是幕后真有影响力的人物。即摆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了后，穆吉塔巴的影热嘛变作是迷。Trump 伫咧最近这几天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接班人有发言权，强调若是无得到美方的批准，新的领导人任期挡袂久。以色列军方嘛警告，任何哈米尼的继承人，拢会变作是攻击的目标。专家指出，穆吉塔巴接班等于一切拢无改变。 对美国搁较是真大的侮辱，同时嘛代表伊朗强硬派有关掌握权力，德黑兰选择继续甲美国加以色列对抗。国际油价伫咧七八嘛起20%，已经突破一桶就要100块的美金。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尼泊尔国会大选初步结果出来了，捌做过首都加德满都市长的35岁 rap 歌手夏哈，带全国独立党摕到多数席次，有机会成做新总理，也显示讲这去年Z世代反政府抗争运动的效应，已经推动尼泊尔政局出现改变啊。 夏哈初次去领国会议员当选证书，伊挂招牌乌金目镜，手比胜利的位置。离开了后，徛去车顶，对于反对支持者扔国旗，现场气氛是强强滚。 Now we have finally got the youngest prime minister in the world. Hope we will not forget all his promises and. 得罪过加德满都市长是让一挂手甲结果工程师出身，今年1月17日投入国会大选，打败同一选区，捌失败做总理老将奥利。 夏哈所属成立了3年的全国独立党也大胜，伫160个直选席次内底，已经提超过120席，加上比例代表席次，绝对多数态势更较稳固，比希望是海中共款的胜利。成绩第2的尼泊尔国大党已经胜尽败选，35岁夏哈说入去有希望组成新政府，加做新任的总理，选民对伊是抱着满满的希望。We were fed up of our old government. You know, old people running our government. Now the youth has come, and we are very hopeful. अभी वो पढ़ा लिखा आदमी है, वो पहले काठमांडू में भी बहुत डेवलप किया, उसको आइडिया से वो काठमांडू में सब आदमी लोग खुश है काठमांडू। 夏哈过去靠批判性音乐、加高社群媒体人气，2021年选到首都市长。去年9月，尼泊尔青年发起Z世代社群运动，抗议社群媒体封锁、贪腐甲经济困境，示威真紧拖到全国，各地冲突造成至少77人死亡。最后，必须迄时阵总理奥利的共产党政府落台，改变政坛长期予老牌政党把持的命运。夏哈也承诺，对年9月深的贪腐调查到底，去追求奥利政府杀害Z世代抗议者的责任。专家分析，夏哈甲所属政党拢是政坛新生代，来自各专业领域，无贪腐包袱，是帮手做代志推动改革的优势。不过因为主权甲制度的支持有限，确实履行职责依然有相当的难度考验。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2度到1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3度，
依然花莲台东对13度到20度，平金马祖对9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